把你们心情用不好了，会吗？不会，真的吗？还是我们看 MV 好了。然后今天当然刚刚有看到那个是花群拍的啦。然后其实我这几年都在部落里面带小朋友，就带国高中生，包括我自己办的演唱会的全部的收入，还有CD 的部分的收入都要捐给部落，当做我们青少年的教育基金。然后一直让他们觉得说，文化的资产是他们以后立足在这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他自己的价值。现在大家都吃石板烤肉嘛，对不对？吃三蔬嘛。如果原住民没有把他这样的智慧告诉大家，可能大家也永远也吃不到石板烤肉三蔬啊。而且上个月，就是在世界上得到那个是法国面包的世界第一名，是台湾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而且他做面包的那个酵母是小米酒的酒酿，哇！如果他没有喝过小米酒，他永远没办法用小米酒去做法国面包。所以原住民呢，在很多文化的背后里面都有很多祖先的智慧，只是没有机会被大家知道，也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。然后我觉得那样的教育的东西很重要，尤其在我青少年的这一辈原住民青年这样，他们很辛苦了，因为他们也是跟大家一样要去上学啊。也要练习打电脑啊，可是还要打猎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们打电脑不用打猎，对，所以你们少学很多东西。但我觉得打猎这件事情不能放弃，我决定还是要教他们。所以，然后在出这张唱片之前，我就很用心的想要说服老板，让他知道，感受到我在带这些小朋友的活力。然后在那之前也拍了一首歌叫《改流印》啊，让大家看一下部落的所有的风景跟小朋友的那个 MV。美少女。